大家好，歡迎返嚟莊山頻道，正義女神嚟到第23集。今集法庭大戰，兩大高手言官同埋高淑華會喺一個遊戲賬號度決定生死。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高成斌就係因為一個遊戲賬號改變咗佢嘅命運。劇情講到，高淑華喺一份案件資料度留意到，死者張景祥嘅遊戲賬號喪屍一直有同呢個叫 Marker 嘅遊戲賬號玩遊戲。佢叫助手 Chris 幫佢查一下呢個遊戲賬號係邊個登記嘅。查到返嚟，原來呢個叫 Marker 嘅遊戲賬號竟然係高成斌嘅。助手 Chris 同時發現高成斌已經返咗嚟香港，憑住多年法庭經驗，高淑華已經察覺到有啲唔對路。佢即刻叫助手聯絡遊戲供應商，立即刪除阿 Marker 嘅遊戲賬號。幾乎同一時間，言官同埋程律師邱光正佢哋亦都發現咗死者張景祥嘅遊戲賬號喪屍係經常同一個叫阿 Marker 嘅遊戲賬號玩遊戲。當佢哋繼續追查呢個阿 Marker 嘅遊戲賬號嘅時候，但係好唔好彩嚟遲咗一步，呢個遊戲賬號已經比高淑華快咗一步，先行 delete 咗個 account。咁樣似乎高淑華喺呢場遊戲賬號大戰之中領先一局，但係言官呢邊亦都唔會坐以待斃。既然 Marker 嘅遊戲賬號已經 delete 咗，佢就從張景祥嘅遊戲賬號喪屍方面入手，睇下喪屍喺網上曾經有乜嘢留言，同埋以往嘅 post 過嘅資料。佢哋揾到一段片，係張景祥邀請 Marker 做直播嘅片段，即係證明 Marker 同張景祥係網友。Marker 呢個遊戲賬號亦都係曾經存在嘅，只不過係最近先俾人 delete 咗。佢哋試下從營運商方面揾呢個遊戲賬號嘅 IP 地址，但係由於呢個遊戲賬號係用 VPN 登入嘅，所以係冇辦法追蹤到 IP 地址。但係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竟然俾言官查到呢個賬號其實用咗好多年，而喺1年之前佢唔係用 VPN 登入㗎，而喺1年之前呢個遊戲賬號 Marker IP 地址竟然係高淑華屋企，即係話呢個遊戲賬號如果唔係高淑華，就係高成斌啦。嚟到呢度，高淑華可以話喺呢場遊戲賬號大戰之中已經輸咗。跟住言官要求高成斌出庭作證，而高淑華揾唔到特殊原因去反對，所以下一集高成斌將會出庭作證。究竟言官點樣喺法庭上將作為證人出庭嘅高成斌拖入火坑？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我哋下集再見。